live 等我 live 啊，อันจะเบีย establish connection 呀，耶 OK 啦，佢 start 過，頭 start key。各位聽眾歡迎咯，到嚟收聽邊啲學嘅節目，真歡喜咯嚟參加邊啲學嘅節目，知道順利免過 restart 知道的成功。即係當時我攞個聽到我超高調一麥，我聽到我超。唔到啊！我一多謝。我成個喂尿啊，滷外賣先。啊，對，OK，這禮拜我嘅話題，YouTube 啊，嘛普及 YouTube，啊冇拿掉，話即係佢 episode 冇拿打掉啊嘛，唔是佢嘅 recording session 冇拿打掉，OK 我 share 我嘅 link 啊 ，in case 我 copy 我去 update 我嘅 edit pin link 到啲 clubhouse 嘅會，แล้ว嗱時當俾。對條看 video 嘅，到啲 clubhouse 就係使訂定面嘅 link，特別第一 link 係講讓要見誒 YouTube 下邊嘅聲就俾佢 mute 掉去，所以讓俾聽到人攞到聲。OK， 哇！第一個咧係兩個啊，因為嗱，但我話嘅即係講即係隔離博呢，第一 Kelvin 啊 Kelvin 啊，讓成排話嘅了啊，講我大牌啊，你看即係毛毛菇一個群㗎，就是嘅啊。伊只是幾群咧，伊樣環境佢會變嘅喎，毛毛菇嘅環境啊！即係禮拜特別嘅邊時，毛毛菇一群嘅樣是一個透明去，你看毛毛菇嗰邊，毛毛菇你群到後尾嘅水呢？我嘅特別嘅邊是毛毛菇。冇啦，你即係即係 Google 嘅 background 哦background 因為 description 上面係點 home ，night 咯 night 哦，because 是啱嘅，即係一間厝呢。搞了我人嘅會有邊咧學嘅錄音就比較早困，可以困爸爸咧嘅錄架阿妹就特別阿龍可能。ครับครับแล้วก็ตอนที่ Clubhouse 入邊嘅嗰隻這個插票我嗱晒是困嘅插票你困得未？I think 是困嘅แล้วก็I think วิวา of course 是困啦ตอนที่เรา困ชูมันก็เดี๋ยวหาได้過來將我嚟估 hopefully อีก困嘅อีปังกิ้งสิหลังเนี่ยมาแล้ว特別伊 OK 了，讓 by the time 讓聽到嘅時，講伊 OK 了，伊當見到啲出來 ICU 出來啊，แล้วก็咱邊咧學嘅就勁，心臟病發作，咪到啲 hospital 搬住就落音，咱唔是講 live 嘅咋，咱唔是成個新聞咧。因為佢講佢先就好長嘅啫，伊是無來參加錄音嘅人嘅就，伊本嚟起來講，關注嘅話，你學伊無安尼是點聲。對，屁你面前會很簡單落去。對，你會接落觀眾家嘅機會嚟參講。แล้วก็ว่างClubhouse 入邊嘅播減啲可能播減啲走嘅，Hello，嚇，人好。แล้วก็我係即係本來喺博嘅裏面。所以今日你特別你是到底你停咗你 AirPods 啊？你估咩未有電咩？你 AirPods battery 係慳嚟估啊？我出28%。哇！嗰是貴估本哦，貴估本哦。一估。我你聲真係水較好。我拉沙好啊！我特別睇嘟，伊個聲冇乜趣事。個阿三拉沙歡迎，歡迎大家好。แล้วก็大家好。ก็別使講歡迎。做咩事別使講歡迎呢？愛講咩物件？其實
I think 伊早啲去在做 lunch 上面，然後有我人嘅新招新朋友，到啲 YouTube 會吹到我人誒阿里巴巴歡迎。Hello， Hello， 歡迎，然後哇，這個快樂是第二道來做嘉賓，哇，真正歡喜咯。然後你聽邊個學見聽喏，外籍較假，你感覺到只親咯咧，我人成個哇，特別聽到我來聲，成個朋友講話啦，有識哦，有啊，嚟我做哎呦，我睇到等陣你聲都冇 robot 對喎，等我講知道，你講咪冇做工啊睇到，哦，應該伊 connection 冇咪好勢，哦，我是 after 變正了後，就真正就參，了多數是看 YouTube 啊，然後看你人嘅節目啊。哦，I see，所以你當然咪是真正應嘅咯，你是常嘅使嚟吹夾 house 咯，咁樣講話咯，講啊咯。感謝啦，如果有時間我就看。啊 OK， 你邊兩個有出來人，還是朋友哦，還是較就是到吉隆坡，你冇面對邊兩個？有時 internet 冇咩好事，是啊，我 internet 嘅 line WiFi 直接有問題。唔要緊，當然會聽到啊。所以我講你邊兩個朋友真正，還是較濟到吉隆坡啊？我個有一個姊多北海。哦，OK，所以你有無久對去北海哦呢？After 我變正咧，actually 我變正咧是我人無勢。哦。是我是變正破病。哦，I see。所以你留到厝較濟啦。所以講對，所以我無對別人看我嘅歌，看我嘅飼養咯。I see，安尼看阮是好本啊，到底別人學見背咯，甲別人線到厝。好。是咯。對，感謝女人咯。感謝女本啊。但是我聽女人講話是真正爽是安怎來是講，蝦米話本嚟講，就係講無 cover，就係講無管蝦米話啦，真正安怎講啊？真正 friendly 就對啦。成個朋友嚟看啊，我無歹勢，蝦米咁講。對。阿龍啊，頭晚我聽到一個阿里巴巴講話，講一笑是講。安尼好，我聽到就是韓國人加頭毛嘅韓國人。韓國人就係，韓國真係啊！安怎我就是話你問你，安怎你是韓國人啊？本阿里巴巴啦，安怎你講？韓國人真係啲，應該你講韓國語，是講我真正少講福建話喎，但我講咧無安尼順，了我直直愛講嘅是愛用笑啫。哦。冇啦，咱哋本地人冇有做安尼，有啦，特別韓國有陣時特人本有啊。韓國安怎伊笑嘅咧？講話是，人本安尼個。來講話，安怎你？對，因為怪都要穿 mask，冇要縮小隻 edge 去，jump 去個了，所以都要穿。咱笑是，大褲嘅，咱伊唔是穿大褲，伊縮住俾伊行。伊手機，安怎手機是講上啊，真係是人是愛到啲笑到有安怎？對，所以你用嘅方法，但是我講，你成個，你連話你學我笑到成個韓國人，人哋韓國人講話，你去聽啦，人家咧睇，你講，你笑死。人咧 ，instead of 數咧，一度是出嗎？是出嗎？數，你而家伊是數 inhale，伊數嘅喎，數到啲喙齒香嘅。唔是，意思咧講啊，咱 normal 啦，咱嘅人啦，嗬，但係講咱上一個物件愛講，成日講愛講話啦嚇。
一句啦吼，咱上袂起，咱就会安怎讲？会做着安尼看。对，lu tarik tarik nafas tarik nafas dia. Tarik nafas. Lu是在打人呢，lu tahu. Lu 我在 especially 尤其是 lu 個淡薄成個無咪 sure 嘅事 ，lu 無咪成個講確定。你成個愛作工嘅咧，點是？lu 無咪 sure 嘅，lu 淡薄 iffy 是。對，我明白啦。lu 唔是講笑呢，lu 是成個個真正成個無咪 confident 你咪講咁嘅物件事，lu 是淡薄成個。別要，但是我會想到安尼，特別平常時講話是你韓國人無插 lu nervous，伊個人不是數叫誒，係咪數啊？你我都唔知咯，我都唔捌出過國。嗱，咱叫韓國去，就那八節，你去新加坡？我就那八節啊，叫頭嘅很熟嘅，叫頭嘅數啊，很數一下。做咩數？佢上隻啦，隔離講隻啦。伊嘛是一直頭，冇一直頭，塞佢。但是咪叫無清氣嘅人講咯，咪叫無清氣嘅人熟咯，熟無好咯。無聲。你看這個插門的一個人嘅上嘅伊個 wavelength， 伊笑掉哈，阿里巴巴一頭講哈，阿里巴巴一頭講，榴蓮上邦沙。阿里巴巴，我係人是人哋講啊，我是無講錯話啦，只是講按照講若講愛講笑啊咪，我是會講，你講嘅，甲無安尼順，哈，當然你講無出去人安怎說？數無空咯，數無空，數大空，數是無聲，哦，阿里巴巴，阿里巴巴都知俾，那是過一次季節啦，兩季節哈，伊哋免數啊，我想講佢係只免數，唔係佢係只又講錯啊，伊唔是冇講，我講袂出來，我細漢到大漢喎，一個可能是我哋家庭嘅問題啦，就講到一句錯話啦嚇，就一粒咧，掉巴是定掉咧，啊無就是掉真正大條嘅滷蛋咧。我細漢嘅時是唔會無講錯話嘅，到處我唔捌講過一句嘅錯話，我唔捌講過細漢嘅事，我邊咧學見做起辣大是有講，辣大有講無水啊。附近搞到落海無水，是我唔是我講錯嘛？特別我邊咧學見起一下，我喊咪錯，嗰啲未曉講。我每日真正記錯話，我會曉聽啊，我會曉講，是講我無講嘅。你明白哦？實事咯，你講，你成日講啊，冇咩出別，你自然講唔出來，一聲強調呢。因為我當叫你無人命，你冇好，你冇講唔出嚟。對，嗱講我真正起航有影狗啊起航嗰款嘅啦。你錯咩？可能會出到一句嘅。係咪句？到一句？我錯是，我第一排聽啦，你起人幹。你可能第一排聽咧，我嚟講啦。即係我哋今年有書本嘅 version 嚟就用唱歌。可能嚟講嘅字打嚇，講嘅字打。諗咪衰啦！冇第二句，我要睇第二句。第二句講一句啊，你看呢？都熟悉你看呢？你講馬來，係嘛？對，嚟講啦，對，馬來本。萬杯狗。哦，你叫你去死呢？是啊，看呢。蚊杯，我係錯話啦，好似別講真解，冇讀嘅嘢，會使講，背蚊杯膠杯書本書本嘅 version。特別你問聽我朋友嘅阿伯蘭椒，咪你可能
金啊，多數係啦，佢即當金嘅還啦嚇，好謝㗎啦，然後真正假謝有翻嚟錯啊，你哋啊。我嗰陣時聽假謝，有時成日講唔是啦，成日講我人嘅舊嚟講啦嚇，我人嘅舊啦，會舊啦嚇。actually 袂使講啊，款嘅物件，你知哦。所以會使講對我人無好本嚟，我人講人啊，款啊，就是講我人講我家己，你知。成日你咩人是錯咗家己。特別有當時咱唔是咩人，有時咱是出氣呢，有當時啦。咱是出氣，唔是講要罵一個人啊！有當時我就喲，看你是成個你咁講嘅，唔是我人嘅舊啦嚇，我人嘅舊嚟講啦嚇，要舊我人啦，成講我人嘅嘅事啦嚇，成個有一個ayat 多啲嚇，多啲baca awan ni ayat lo macam astagfirullahaladzim maafan saya kong lalu kudau lu kaki kemarahan I see so eka 嗱講有對中教嘅人咧都熟悉啦，反正嗱講冇對啦嗬，伊部關都下面話本出嚟啦。那是講阿里巴巴，那是講人哋係你摩社會講嘅話，那是你imam聽咗你imam係咩人？多數都摩社會啦嗬，伊人唔敢講啊，反正話。OK。伊人羅派師本好啦，伊人去masjid嘅位啦嚇，伊人唔敢講嘅。因為伊人真正 respect 多數啦 Muslim 嘅人啦嚇，真正 respect masjid 咧，masjid 啦、surau 上個Buddhist 本上嘛 ，Christian 本上嘛，對，伊人佢哋嘅教會位啦嚇，伊人紅高燈也好，伊壓也好，意思按照講嚇，伊cũng唔敢去講你得罪人咧，話批聽話唔好聽，伊佢得罪到伊直頭來。直頭乜啲檔橋都寫。你講啊，好，你講下係嘅。你講下，直頭乜啲檔橋。唔是啊，我有聽人講過啦，因為我人 Muslim 本啊嚇，有真正有時有研究人嘅教嘅物件嘅嘛。按照講啊，我捌研究過 Buddhist 嘅物件。Buddhist 教嘅啦嚇，伊人講係咪講？嗱講伊人。去伊啱嘅位啦嚇，去講你無好嘅物件，伊會掉真正無好嘅物件咯。有可能是嘴巴歪啊，然後手機無好勢啊，未夠我哋去白手機啦哇，字啊，掉瓜，字掉瓜，macam-macam。哎呦，有咧。所以講啊，反正物件去得罪掉上到。咱咪講啊，嗱講真正，伊款嘅所在是真正清潔嘅所在，真正舒適嘅所在嚟嘛。咱去平時去拜嘛，對，袂使去得罪嘛。如按怎無好本好啦，甲人多邊啦嚇，嚟伊人。嗱講還少人本啊，去嗰邊啊，唔敢就講唔敢出前面，唔敢甲人。唔敢變面本啊！嗱是講還少本唔敢變面。伊人愛變面，燒了的，去把口嘅口。我去講都變過，呢個講都變過。因為下面舊本是上嘅嘛，我哋所在啦嚇，是真正清潔嘅所在啦，對唔對？阿龍做咩做人數？一樣 speech pattern 是。有人學咧啊！韓國人數咯，韓國人老數嘅。你講話是你咪是 pick up，of course 你特別 pick up 樣嘅 language 是你會 pick up 嘅數數嘅。我個上嘅了，對對樣嘅 pattern 咯。你我講樣有字嘅嘢，我哋就 realize 就好處嘅嘢啦。但係有時你講啱話人，你講哇 ，this is amazing，哇 ，this is good，你能 express 講你真正。歡喜真啊 ，stunned by something good 嘅東西啊，呢邊跟得起嚟字嘅時候，一直看到好靚嘅啫，呀，看到就好靚先，呀，呢就看到啲時候，你講嘅好正嘅就是呀了，人講呀，所以呢個好靚嘅就咧就呀，你幾時數幾時用？到底你冇嘅一粒嘢可以。你是講
你是說嘅時候，韓國人講話是 between sentence 就是一樣，是安怎用法？是成個大媽阿啲爸爸講嘅是笑。 anytime 唔使，你香港講話就位置唔是嗰度。就是笑啦嚇，都係笑本啦，伊是笑啦，伊唔是成日講我。伊唔止是笑就，伊有當時是感覺就講，鬥下手咧。我 expectation 你點先啊？哦，所以特別成個路線就本面壞起，點先講嚇？我就講伊就屬個成日你看你啥來嘅嚇？你話哦，係伊係伊有淡薄看袂起對方嘅點先，但是伊 out of my expectation 時候。我就講啦，是唔是？哦，伊淡薄成個 gist 嘅意思 ，gist。係啊知道。我點我啊？哦，你別認真咧。我就講噶啦。一隻啊咧，你做啲頭毛咧。啲頭毛啊！但啲頭毛就水，我就呀，因為呀，成日揾墮冷啦。哇，等講大聲，就揾墮冷。 Amazed。你點先啊？哦 ，surprise，無聊是 surprise， 好嘅點先啊？嗱，有時嗰時咩人是呀，一個地一個伊們放住佢呢，呀，就是咩人嘅點先啊 ？I see，OK，咱這禮拜話第三秒未記啊，咱記不落來估，來估，對死，抓筆，對，抓筆，即是我是只愛講嘅，到尾只估啊，我係見。龍伯教我講過，原本是隻小暑假。OK， 抓筆，就應該是成個人寫字樓嘅位，人英國中講寫字樓是咩？office 嚇 office 叫咩嚇？寫字樓。冇啊！你就是特別阿龍唔是阿學聽，唔是英國中唔是要講一個話咩？冇 ，sorry， 伊講嘅是政府。國民嘅無上，國民嘅是政府部門嘅。國民嘅。你講伊立白古仔啲國民嘅做假。對。國民嘅 OK，咱若是無講起，咱就是只招。我今日就。國民嘅是 government office，對 government office， 伊唔是咱人普通嘅人嘅，你9點5點。寫字樓 ，OK， 所以寫字樓唔是叫辦公室咩？冇啦，冇人講辦公室啦，你是攏樣嘢講，伊迄個字本冇讀書本啊，辦公室。北海人都是講辦公室嗎？辦公室啊 ？Translation 辦公室嗎？ I think 講唔對。辦公室你是都唔是讀書。是啊，你是應該是讀書呢嗎？迄個房間教室是都冇讀書。你是叫咩？差咩？識辦公室。識哦，呢度冇讀書本，呢啲字基本都冇讀書。呢是阿丁啦，是讀嘅人斜人，一年嘅會講對，一年嘅想講事情嘅事就是讀書啊，一堆都讀啦，一根本都冇上字嚟。做吧，呢是華語嚟嘅。等陣多數塊人嚟講話，等陣多數塊人嚟講話。呢是大馬北海講嘅啊，冇代表多數塊講。你們是講辦公室，阿咪，阿里巴巴你講咩啊？辦公室啊？辦公室。辦公室啊？班長，阿里巴巴，班長，我有一個物件真大數誒，阿里巴巴，你福建話是撥，你安怎講？是撥，福建話是撥，啦。都唔是講路咩啊？你講路咩哦？是撥啦，路咩冇講啊？冇啊，叫是撥啊。過嚟啊，隻路咩？大 clubhouse 大。路咩是金配嘅呀？金配路咩？是撥啦，咁樣人講是撥，一個人講路咩？伊講佢哋是北海話嚟路咩？我唔係聽佢。嗱，伊是 Raja Udai，Raja Udai。即係特別話就換呀 ，Raja Udai。一個人講路咩呢？路咩？但是我再講啦嗬，咱嘅福建啦嚇，多數是參啦。有馬來。冇咱人有就，冇咱人學嘅話，只是唔是參，咱人學嘅話是有一種就特別全世界冇嘅腔嘅。但係人講 Roger 其實唔對嘅，because 後面話本是 Roger 嚟，特別咱人是應該用嘅字，咱人冇用咧，咱樣嘢也另外一個語言，另外一個 language 嘅字嘅，只是後來加發生嘅事嚟嘅。冇，阿里巴巴。咱係講石頭啦嚇，石頭啦，福建話叫咩？
batu lah. 巴肚啦，啊，巴肚，九頭嘅巴肚咱叫咯，巴肚啦嚇，巴肚啦嚇。嗱，跟 tandas 嚟講咧， Jamban. 第一件， 用jamban 咯，就錯咧嘛，jamban 是我馬來本冇錯，嚟嘛，伊冇錯， Gila, 意 because 思 ang 咱 pinag 咱 choke 嘅 eh. concept 冇相嗰咋，concept 冇相嗰咋。你講這隻有機會你這隻巴 common 巴肚啊，咱我同你講，這是檳榔渣咱陣時冇叫巴肚檳榔嘅嘅咋， area，巴肚是叫做酒咱叫果嘅咋，巴 Oh, 肚是叫 chuk 酒 tau 果 si 嘅， le perak lah. 唔是酒頭，是酒做果，歌咩？我諗係叫酒果咯咋，啊， Gọi cái hoa đi. 唔是 VM 講㗎啦，咱冇講酒頭，咱講酒果嘅。酒果，Eh, wah, banyak 但是我諗北海定是叫巴肚咧，我會記。我諗冇是叫巴肚，我同你講咩叫冇成嗰陣，所以我送手夾巴巴肚肚個大粒嘅，啊，一是大大 rock 大大，大粒嘅一種就，一是大大粒一，就講雷公卡路啦，嚟炸喺脆嘅啦，脆嘅係巴肚鏡啦，就巴肚鏡就。特別咱當件事，蝦米鬼 stone 又好 rock 又好，咱覺得叫巴肚嘅。哦，要分別嘅定到 rock 是比 stone 嘅大粒嘅嘛 ，rock 是做果嚟嘅就，追鑽。最驚最頭本是會使本。哦蒸啊蒸， Ni si chui 蒸 liao 是 eh. 叫酒話啦 Chui 蒸， liao eh. 因是另外一個腔嚟。哦，另外一個福建登腔，去啊，登去啊嚇，伊是另外一個腔嚟，不是福建話嚟。最應該蒸是上物件嚟。蒸是我講蒸咯， accent ah. 我講是叫伊是蒸 variant，伊唔是 accent，是 variant 嚇。嗯， OK，咱講到對，咱人嚟抓邊。咱講我未記咱嘅話題上面啊，佢就講未記啊。哦 stationery ，stationery 對， 抓啊做 job。抓 Kiểu Covid fog, brain fog à, lú. 我 before Covid 我係啲 fog 嘅，我唔是 brain fog，我是 brain fog。 This is 西 screw 北 up 用嘅 à. 路呢？北用啊，西北用。喂，問講我別用，我有 list 啊，當記 OK。on air list 有啊，我係叫 record 啊，當記。OK，但我諗講咩啊 brain fog 啊 drop it。So 我只是個 office 嘅 supply 物件嘅，是個咱去寫字樓入面。即個抓筆嘅物件，成個你人有公司，成個有一個部門是，還是一個 area 互你去行嗰款物件，office。我嘅公司是有嘅。嗱，來講下隻阿龍是隻小嘅，我睇。我係只4年啦，我是一個慢鏡鏡。特別我甲你講，我從來唔用嘅啫，because 我愛即係我家己用嘅物件，我甘願用家己嘅鐳、家己筆、家己數解嘅啫。哦，所以自己用咧，我記俾咧較好嘅筆，我家己數解嘅。哦，我冇用公司嘅物件嘅，即係咁樣加多本是你多皮啊，覺得 actually by right，若是你愛用嘅話咧，你係 cycling 公司，cycling 公司，隔離係使嘅就，但係我冇咯，because 我仲未見經歷個好嘅啊。所以我就冇去。你做咩做暑假？你細漢起就是暑假咧，你睇你物件。because 我同你講做咩做到就，because 我今日即係是將我家事嘅物件嚟，是有家事人家用這個物件。喲，係咪筆啦？寫阿打什麼啦？你啊，都冇睇過冊啦，冇用筆嘅嘛，你用筆嚟做咩物件？嘟來目睭，伊唔是嘟來目睭，你只只卜嚟阿妹啊，個只啊。哦，都背脊。À, điều ổn à. 你抓筆對我嚟講是有受過教育、讀過冊、有家事人較用嘅物件嚟。哦，所以我真正熟教這個物件。伊表示講是你人哈，你想有 status 呢？有 status 啊，伊是面講阿達嚟講，即個人是教會貴人嚟熟教這個物件。我就係做冇啦，Malaysia 嘅人，Malaysia 嘅囡仔啦，10間9間個了是教 stationery 嘅。唔敢講呢，唔敢食字呢，特別隔了人是，唔是講隔了人。我八年9間8間隔了是講暑假，特別唔敢講啊，驚互人講人是疑啦啊。特別真濟 Malaysia 嘅人有影食暑假 stationery，知蝦米數？唔知蝦米數。日本嘅台灣真濟呢店嘅就，我大概我去食行啦，我去幾若島本啊，我大概去日本賣紙嘅店啊，賣筆嘅店，大概去嘅。哦。yang 有嘅店是規間店，跟住被抓呢就。哦，嚇，對，水嘅，because 佢就係日本yang 只興做 origami 嘅，啊，你哋所以有被抓嘅店，咪跟係被抓呢。
我人比較咪是有 paper paper sauce， sauce，paper sauce 已經被抓嘅啦。古日本是有嘅，跟佢被抓，跟佢被逼嘅點。哎呦，你知我有寫 calligraphy 嘛，寫字嘛，所以我一人就是真少，我人一字筆是日本來嘛。對咯。冇筆啊，可能我就是講色，係你講伊規個壁嘅料是色筆嘅。蝦米色骨有幾把一邊燉骨嘅料嘅。所以你對掉，你愛買蝦米色啊？青色，無相款嘅青啊，無相款嘅紅，你使去入邊去買。古早時人就是咱買嚟 Luna 嘅。Luna 係 ink 我就熟解咧。古早時人是只啱咪12色，係咧後尾嗰邊36色，俾這咪48色嘅，有72嘅嘛時候。72，我未記嘅，我未記。好嘅人有50嘅，攞賺嘅攞賺。用抓皮包嘅，始終是36色嘅，係咪？我係記。Q 出嚟，唔是36色上個是鐵啊咯，Pentel 是貴鳥啊。有一個 brand 咧 ，actually 唔是 Korea brand 做，特別一做加成個 Korea brand 做，叫做 Bunjo， 人聽過哦？唔係 Bunjo 嚇，Bunjo 一罐嘅色嚟嘅，伊用俾開掛，一罐細罐。按照 spell 啊 ，BUNC。你應該看嘅，你睇Bunjo，伊是一個淺藍色BUNC 咯。你當時伊無夠色嘅時，你係記你藍羊啊。你諗層啊，邊啊有賣一罐賣。我記得就是個賣嚟本你看啊，一罐成日是用韓國票啊，特別韓國是冇這裡物件嘅。嗱，這裡啊，你講嘅這是，是。Bunjo。我對，Bunjo。特別講結，我用是邊個大 art class 有用 art class。OK， 以前是 Malaysia 嘅 brand 嚟，以前是 Malaysia 嘅 brand 嚟。嚇，是。對，即特別伊名是 Korean 嘅名，係啦，伊個包裝嘅時候，所以我那時候冇錯啊，伊應該是 one of the，伊係想 copy Korean 嘅 brand。Korean 冇這個。你是屬緊呢物件本嚟睇印嘅呢？我就是講物件，我就是講。等我好多看。我就是講俾你好嘅 brand。我都看一個，哎呀，天公。後雕阿龍，你是唔是有做 adult colouring 本？我冇做，係你我冇做。對，我真想嗌啊！特別because 咪做工咧，我咪講呢句頭先何必要做？adult colouring 我真熟噶，我做 adult colouring。我做自己做嘅咩？做咩做？冇啊，就是你就講我哋做佢俾 YouTube 啦，佢俾寫物件啦，當時。我買個面，人哋款啲物件。依個係 Doctor Because 你俾嘛，我就夾 pen 你咯。你講到做 calligraphy 嘅嗬，你你是阿 John 做 calligraphy 嘅。我嗰個發行個。我嗰個之類。哇。God。marker pen 嚟，這是。我對 color pen，安尼咪記咗。係你我本有。當今先機有一個 stationery 店啊嘛，先機有。係佢做咩？我有水嘅。我唔是迄個。唔知咩？青年。我屬個 Faber Castell，我感覺 Faber Castell 誒 colored pencils 好用。Faber Castell 是德國嘅啊。For adult colouring 嚟講啦 ，for adult colouring，佢伊做正這類啊。like 你若是你愛做 shadow 係咪較硬咯？我是感覺。我屬個是古早用啦，古早中學是用 Pentel Pentel 好 Japan 呢 ，Pentel 好呢，just smooth。Yeah， 對。我屬個用 Staedtler， 你係咪先？Staedtler 是 Germany，Staedtler 是 Germany。Staedtler，你有 Faber Castell 咧是你使嘅去做 watercolor 嘅。有兩項，一項款咧，你 color 了，你下水，了一項款是干嘢 coloring 嘅。Faber Castell 是真係 artist 用 Faber Castell，because 特別我感覺伊貴。like 我是唔種普通人啊，對我嚟講是貴咯。特別若是講你是真 artist， 真濟人干嘢用 Faber Castell， 伊人講甲control 較好啊。特別我買干嘢我買一 set 嘅 ，because 對我嚟講是真貴。看下這
有一个咱无 explore maybe 过Chinese drawing。叫係學白誒種，學白誒，我就是講。伊毋是用學白呢，有參淡薄 color 本來。有當時伊嘅 color 是淡薄嘅啦，即係紅點青點青曉特別伊主要是學白，比如伊華山水嗰啲是學白嘛。學白嘛，伊用學白。我古早有學過本嘅 Chinese 嘅drawing。這伊用學白嘅水呢，對唔對？伊學白嘅水。特別伊有淡薄 touch 淡薄 color sometimes。古早有一站叫做嘉興 fountain pen 呢個。哦 yes，你們是講 fountain pen 啊？特別當金較少，當金是講用 fountain pen，我近日看到呢邊就青咗咗嚟。哦，fountain pen 呢是畫袋，我寫字嘅寫字。Sumi ink。Sumi ink。呢是日本嘅物件。學堂有加 cursive 喎，寫 cursive 喎。我寫 cursive 喎，我寫 cursive。寫 cursive 點寫是 fountain pen 介紹啊嘛，你年代。就是有一站就是隻小 fountain pen 咯，但係人本走去買一支嘅，係啦，有俾你印訂支去裏邊呢。係啦，但係I寫你印嘅時特別記住盡擺為你微信會記寫，寫但係你特別訂係啦，數白成個追住件啊。有當時啊，有當時伊嘅印你看個人係只 pocket 係是印出來嘅。佢得藍嘅是幾料？一笪。你攞幾笪嘅了？我有啊，我中學時用 fountain pen。我若是寫 fountain pen 寫長人字較水 ，because 伊淡薄會做夾減嘅提案，淡薄伊會滴啊，你會寫有啲較少音，有啲較濟音嘅時啊，寫長人字，我就是甲寫長人字嘅。我有覺得有一個。我嘅年代是嗰時用 fountain pen 個。fountain pen 咱會記 fountain pen 嘅 ink 會飄啥物啊？我實未記啊，要酸。伊一隻酸呢？我用一隻酸嘅對嚇。我用拍嘅。拍個 pen 嘅 ink。拍嘅。我嗰陣時用拍嘅。我有你嗰時你用青色誒，咁你人見到嘅。係咪水 ？Because 嗰用藍色嗰是黃色嘅嘛，你青色是用紅色，嗱是你用青色，人講你變態。你講sorry，我想是紅色咧，我 colorblind。你看我。我一個，我是個 pen，這個 pen 是 Pentel 的咯，就是我寫 calligraphy，等下冇咩 focus，咁樣做下，這個 pen，伊是清嘅啦，伊裏面是寫brush，yeah better not splatter ink all over my face，等下 try 個，呢shit。等我看，咁咪數打起啊？冇伊印裝出來，對，特別伊是淡淡啊，伊是香港人寫中海誒款嘅 brush 啦。我當然是看出物件，啊，轉到佢咱啲 Google 裏面跟人攞人嘅啫。嚇，咁係玩嘅喎，教玩嘅咯，啲 Google 裏邊。I think 你答案未必是玩嘅，誒，是咩 ？Google，其實我是 Google，我唔用 Clubhouse。我有接 Clubhouse，特別我冇。Google 出撚人你嘛時候 ？Yes，對。我就成日見你，我記緊我就設定別人嘢出撚人嘅。但係都冇看到我嘅 camera 啦。我看到你 camera，就是講可能出撚人嘅嗰種。你是講到啲Google Meet 是出撚人，嗰時啲 Clubhouse 係聲嚟。對。然後嗰一個嗱，這邊是 Pentel 嘅，這是 water brush 嘅，這咁樣，這是。watercolor 用嘅，伊是你是後尾係水咯，你轉伊嘅撲機架啦落海架啦轉，你 control 咗隻水啦又。你然後你轉伊嘅，等陣一邊 focus 一邊，嗱所以你做佢哋 YouTube 人就俾係。我唔看過之類啊。fuck，等陣。很好啊 ，focus。Okay，there you go。OK，嚇，
係對，伊個 brush，然後伊個即個會夾出來，伊會水，會水，你使收起來咯，你出來是水來，所以有只一人被畫迄個 watercolor 嘅人係，伊夾到一支，你使下到啲 bag 裡嘛，伊水未流出來。一個一個。哦 ，OK， 我唔捌看過這個。安尼款嘅病，當我知安尼款嘅病，伊嘅筆芯是毛毛，伊成個 sponge 嚟安尼，咧伊軟嘅，所以使提案啊，你使寫。個安尼款，安尼我個安尼病嘅係，你捏未啷知，但馬啷看到我寫邊嚟學見嘅 calligraphy 嘅。誒，我會記這個哦，我會記我細漢嘅時候，真正興嘅這個eraser 嚟 rubber 有同伊個有個嘅話，唔知哦。同伊個少人用pensel，我冇用pensel咯。這是上個我日本嘅嘛，古仔就係個。嚇，你會使買一條嘅，有攤買過，一條嘅絲咩？日本人發明嘅。eraser 寫一個鉛筆啊，反正。哦，有噶啦。我看到就是成個我幫曬先。我幫曬就是你看你concept。誒，這邊若是你講 rubber，嗰啲人潮路誒，伊人嗰啲講 eraser，伊講 rubber 就是迄個 condom。是啊。個 Sharpie，然後個有迄個阿龍，你是咁咪跟你個 pencil？我是㗎，我就是咁咪跟你個 pencil 嘅。佢是要看線嘅啫，古仔有一站你會記，啷小學咁滯。冇相交嘅。金色嘅線咩？哦，有金色線，伊較軟嘅。伊較軟嘅。伊較軟，伊線外口是有一沿嚇，有一沿包掉嘅是藍色啦、青色啦、金色嘅嚇。伊有一隻個頂，一隻個頂嘅。當布嘅掉，特別伊寫出來就是上不是。哦，我想講伊是較軟嘅叻，你看女生出來較後來佢出現日本，叫後來佢出現日本隻舊咩啊？用嘅滴答鉛筆啊，只又咪你個 pencil 啊，真正 advance 嘅嘛，就進步誒，都直接伊家己主動出來嘅。對，伊用叮當，伊家己慢慢出。嗱，我一支阮是怪貴嘅，一支伊個滴答鉛筆。喂，唔是滴滴，伊是你特別 check 伊，你 check 伊後伊出來。對，check 啊，伊就出來啊。我這個滴滴鉛筆無辦機嘅，我伊是會燒嘅，伊線，所以你咪，人看看。actually 我而家換，等陣我開另外一隻 camera， 我換佢話隻 food cam 嘅 camera 較硬。然後你看伊個，我彈伊個時候，伊整出來了，特別話伊個，所以你會伊袂成個講真嘅，真嘅，我計麻煩嘅，我你看到伊個筆芯嗬，伊就伊這邊，伊唔是伊個芯嚟，伊是伊個，這裡是 drafting pencil， 這裡是叫 drafting pencil，drafting pencil。然後伊個燒嘅，我買一邊彈時候。我這邊後尾整彈啊，伊會燒起來，係對，伊會頭，伊尖嘅嘢係對，伊會燒起來，所以你伊袂彈角度歪去嘅，你無用時你來燒起來，拔刀來講，伊袂 affect 到伊個頭。然後這怪貴嘅，我做 calligraphy 是有用到，往是會畫款啊，還是會 plot 位 line 嘅時候，我會使嘅嚟做下咯，嘅嚟寫，特別冇咪做啦。兩個，安尼可能是較 educated 嘅，較 high class atas 淡薄嘅之類啦。特別我是真喜歡，我個真喜歡係抓筆咧，是。唔是抓筆嘅喎，成日講去迄個 office supply 店嘅，成日潮啊，然後迄個 staple gun 啊，安尼款嘅物件我們就是搞喎。stationery 店就對啦。
staple gun 哦，哇，我真是介แล้ว我无想晒出嚟地，你等我到啲 office 我就 staple gun 是 sushi 嘅，一下一地就 nigiri 嘅 sushi 啊嚇，特別是 staple gun 嚟。趣味哦。我就是揀你看你物件本咯。แล้วก็ office 嘅物件真爽，我就翻。Yes, Staples Office Office Depot 啦，你看你物件，我講聽，我叮當嘅時候我係厝這邊，我一間當然變到大嘅啲，叮當是 Staples 嚟㗎。Staples 後，我同你講，我係按甲我攞人們是只暑假，你看你物件，所以後我人一把了，應無事做啊，我連走去行 Staples 行。แล้ว Staples เขาวิธี試過買迄個嗱，我這證是 Ring the Bell 嘅證是到底係咪 Staples 買咯？這證，了佢會使看迄個我嗰隻小隻物件是咧 cash register。嚇？What do you mean cash register？我真係暑假喂，我真係暑假。我唔是也佢啲訂 no sale 啦，係開開 no sale。哇！我真係解，你諗冇嚇，諗冇人 obsession 係咪嘅？哦，少女機啊，少女機到啲咧啊，依個開台咁台我真係解，我同你講，我見到舊位人講，我俾佢做咧。check out counter，特別我買做你 scan 嘅，我俾做訂。有款嘅來攞加老牌掉，我用訂。我對幹嘛？對幹嘛？哎呦，我愛做幹嘛呢？對，我就係 cashier。幹嘛都貴過，幹嘛同你賺錢你留意留直去做幹嘛？嚇！我把刀我 retire 咧，我哋pension你人去做嘅。嚇！我嗰唔是咩？我看伊個 barcode 咧，訂咧可能啊是就訂咧十二塊三，我真係揀咧 button，嗰聲。誒，我捌做過，按我嚟講，要 train 你咯，就用你叫你呀，你黐成 type right，成拍字啊，你幫你 number 都做。你就叫 casting 啦，我 accounting 都有做啦。叫咩？casting。哦，嚇 casting。casting 啊。你三個CASTING and then basically 你三個家你 pointy finger 定有 finger 咪 ，and then 你double finger 是 plus minus 做 casting 嘅。你是唔是咧？你看到哦？免看嘅。人嘅。一個 test 你，一個 test 你 accuracy，你 accuracy 無夠啊，你個無通成績呢個。這是 computer 嘅啦。你配嘢係你叫咩咧？電腦嘅，電腦嘅你 casting 嘅，and then calculator 咩對，你我 print out calculator 你家你個做法，要我個暑假這些啊，你看 kilo，對，你看你物件。對，我 office 嘅 finance 不是咧，不過你講 Korea 嘅 finance 嗰個好啲，你冇咪叫王正嘅號俾佢啦，出嚟號俾做咩物件？係咪意思？咁係女仔等嘅嘛，忘女我20千嘅，伊買嘅物件，你成個嘅啲人接受學話嘅事476,943呢？你發覺睇呢個？你講得切嚟啊？你講得切嚟好咩？我想講，按到啲韓國是197年，你知哦？我想講，伊 number 是197。冇，伊有 zero，但係你有當時你接受可能係事啊，就講你隨物件隨成日你成路啦，然後你有調色嘛，伊何四過後咧，仲你就是咧3798445安尼啊，伊後邊真大，所以人家佢哋都係面跨佢哋都係，咁咧定後邊咁咧出嚟後邊定，所以 Korea 人只係 pro 係人係咩寫咗。Because Korea 人是即係講後邊人一定在規律嘅。我問，安怎你顧一個 key 是 00，伊講 because 你 number 真大是你免做攞咧，所以 you save one keystroke。Because 你買係物件正10千塊啊，你咪訂，係咯訂，係你攞嚟狂嘅攞到咯。
對，就是伊對，樣 Korea 就 demonstrate 而家 Korea 有一個係demand呢，所以我攞嚟講嘅，佢有嚟 machine 有上嚟講嘅，我嚟講。哦，而家上嘅後邊真大嘅數。所以哦， Korea 人就後兩就因為講後邊呢，因為就係佢哋咧就，因為有陣時善人啊，一嚟個時間佢會個時。我掉，你美國人。Korea 只係看到就係講100,000,000,000我掉，美國人冇美國事哦，美國人好。我本我點嘅嘛，Korea 是冇點嘅都做，冇 decimal point 嘅。哈，你話出嚟係 decimal point 係 decimal point，你亂咗學。Korea 冇點嘅。喂，你亂出是清嘅嗎？啊？哦。Korea 之前是啷子看啦？你都幾學 decimal point？特別你試下，你冇使 decimal 呀？冇 decimal point 嘅，Korea 銀行冇 decimal point 嘅。呢是清嘅嘛？app 裏面冇 decimal point 嘅。Oh my god！哇，1,000嘅。你一沙嚟講嘅，只at least one 嘅，一特別是 one start 嘅。要 comma。冇 comma 嘅。comma 特別你有嚟說就冇用 comma，特別你有 comma 上嚟講是嚟 comma 咯，上嚟就嚟 comma 咯，上嚟字就嚟 comma。哦。有個1,000嘅 comma 就對啊。哦，你是講你I see，伊是冇 decimal，所以伊是冇個冇八嘅啦。3,000個物件，3,500元嘅物件，有時3 comma 個呢，或3.5個呢。哦，一聲一講，一聲後尾攞嚟講嘅。哦。所以有陣時你去看呢隻物件，你睇出來是一切白嘅了啊！就是白清一清嘅清嗰種，你問你300兩叫你學一碗。喂，一切OK，所以伊無寫伊講麼，伊寫白，伊無寫白講麼，伊寫白呢。有陣時佢哋寫一個白呢，就是白清嘅意思。哦，你 understood 啦，你 common sense 啊 ，OK。哦，哇，把你咁明白。OK，แล้วก็講到啲我10碗啊，係咪啊？你4類是咗幾？10碗。阿龍。10碗啊？10碗是冇得。一類啦，一類啦。但係邊兩個一類掛4？一類掛4咯，一類掛4。講啊，到美國啊，一類冇得類到細細數，依家得佢伊嘅 currency，應該係你 copper 得類。啊 ，copper。哦。特別 Korea 係 copper 嘅得啊。伊是講 plastic 嘅，你真輕呢。哦。OK， stationery 點講係咩物啊？stationery 及係你拍坑三。一啦，我覺得唔知幾時 start，等下係你圖片啊。一條壓你下，壓你下。日本學明嘅咯，而家就教佢咗做這物件。佢陣時我未曉，我嚟講，我唔知別人出去病嘢就，而家冇人教嘛。我後來加大漢咧，我講我後尾咧，是後尾點嘅偷出嚟嘅。係咯，對，我們是用一陣咩？我講對，我叫係八嚿啊。我係後尾人嗌嘅 ，because 我是想講，我如果唔知別人出去 dispose 你就幫人出去合格。即係大家話，我是用 tissue paper 包咧，用 Scotch tape 你咪係只佢入面嘢。我見我諗少上班人靠條掛嚟嘛。對，誒，你見人細漢呢？是安怎合格？我用 tissue paper 包咯，我用 tissue paper 包咧，佢用 Scotch tape 黏咯，所以是一粒一碗嘅物件咯，我就當合格嚟咁先。特別當天有隻字無上咧，就當天有隻字迄個伊會燒嘅，伊燒啲裏邊嘅對。伊個 body 啊，伊刀嘅 body 啊，伊你在 usually 後尾係一個是像一 plastic 嘅款咧，有陣時有啲 Q 出來，你使下隻佢入面。你捏出來咧，伊後尾真正來嘅，真危險嘅就。對。靠住人得得流血嘅。喲，特別我成日我成日讀英文，你讀英你記定到啦，細漢馬來西亞讀英是安尼壓呢？你安尼啊？中國咧，中國咧嚇，你別話啦，係特別係你就嚟哦。有啲人嘅嚟求超嘅，你就你看過哦。係咪？有啲人嘅嚟求超，我就是看到有人嘅嚟做呢個物件，有功夫嘅講。我等來嗬，我等嘅見來嗬。唔是，我看過外口有人嘅我人嘅迄個圖片啊，你拗起來啊，你個俾換伊內面嘅圖片個。你換咩？嚇，佢真係 because 你知啦，你是70年代啊，有成一個
一聲攞嚟物件，我硬了，แล้ว你特別用你刀片，你買5類，唔知是3片，แล้ว你是講你靠你是靠手嘅嚇，你是講伊款上是靠手，特別伊是較棒嘅款。like 較 low grade low quality， 特別是because 我人細漢時佢真冇咩加刀嘅嘛，真少加刀 ，because 加刀真貴，所以加刀是上5撥，แล้ว喺你刀片啊5類就攤買啊，แล้ว你買伊刀片內面嘅是啊5類個3地個，所以咁了人啊買刀片啊，佢換了，特別你唔敢家己換咯，because 家己換你冇小心你刮掉嘛，所以大人甲你換個。因為卡女係你講刮掉，我覺得我一直講時我叫人看女嘅，我 my boss is shrinking，係咯，少少嘢咯，對，丟嘢。我講係你嘅面嘅，咱古早就細漢時古就係種架刀，中國嘅架刀嚟。因為壓落壓啲我係，我就做看到咯。我知道佢睇點樣嗬，我知。佢前年本人啦，未必我啦，你對，伊個無像細隻大機飛機嘅，人較只學生是比第飛機嘅，你伊個較大漢，個一個老夫子目鏡來叫，伊老夫子目鏡，伊唔是壓嘅，伊壓淡薄咧插入去嘅。伊成個老夫子目鏡，你係到啲你皮扛啊做老夫子目鏡。我知。特別你 Q 出來，伊 extend 你 blade 咧就壓落來就變咗架刀去嘅。迄啲好嘅人用啦，人咩事你較笨嘢。頭晚亂講嘅你架刀壓你啊！我細漢時啊5撥都就足貴，特別啊伊5撥錢啊！大漢咧是我 standard 1啊是 kindergarten 就5撥，我去家 standard 6嗰時5撥，冇起嘅。我安尼貴正少人買咯，冇起嘅掉咯。我真係講係壓嘅，要一個坑嘅嘛，你做數時間嘢。對，有個人叫做數時間，你就方便嘅。你冚起來咧，使下到啲數時間嘅位咧，用掉是較方便。แล้ว我諗就是 hair ribbon 咯。係 ribbon， 啲做嘅事你再講下，即係你是最人嘅，冇上 ribbon 就冇上色最人。你抹起來啊！你就為嚟做數時間，你就我就俾你做數時間。喂 ，ribbon 是顏色嘅。一日嚟做數時間啊！因為我做少嘢做數時間，哇！你唔知咩？我三個字有得算，就戒咗。冇，我成日都未講人講加皮筋膜。加皮筋膜，加皮筋膜未加咩？即係。我唔知我冇嘅嚟加過，加邊個我哋估到個字咧就係叫尖嘅對頭。你講你喂看佢當然就你成個壓，然後耳啊，後你壓你皮筋膜嘅。我學過。我唔知好有冇有。伊成個推咗咧。都冇呢嚟啊！我哋講冇呢嚟。冇，唔是伊成一個眼跌安尼款嘅。because 冇包俾可以啲啊。冇，迄個冇像，迄是電嘅，迄個假嘅，即係是壓嘅，你就。假係只驚人啊！我講。伊成個推咗呢，你就，伊成壓，但伊推咗，然之後內 point 嗬，內漸壓咗只啊，伊是內，伊是一個坑嘅，一個是成日講一個 circle， 另外一個是成一個 ring， 所以 circle 係走入去 ring 裏面嘅咋，所以當我看 video 嘅時候就。一定是伊能看得所以變做伊 blade 一刮到啲一邊是伊刮到你皮筋膜嘅，but at the same time 伊是我日本冇得嚟，是哦，冇得嚟。我叫我每個路你甲我講冇咩好用。電你只驚人嘅咯 ，start 你只歡喜嘅走去買嘅就，我知啊，一直 Q 掉你膜。你 Q 的一直板嘅咯，板。中個白妖嗰度。你 battery 冇夠把啦。一直 Q 到哇，一支。流皮流白妖。流皮嘢咯。我查波是唔知，如果查波有皮筋膜嘅嘛？查波冇皮筋膜嘅咩？查波冇皮筋膜嘅。有，但係冇聲出嚟。冇聲，打波時有一聲出嚟，扎定嘅個。我有啊，我特別燒嘅皮筋膜，就佢特別燒到嘅。我本時冇我別得閒，我當掉我，我成流皮嘅呢。我本時都只架帶，點先啊？你見唔仲幫我？Q 出嚟，我日頂至少我是 vacation 對啦，你估一下。到啲飛機時，我哋當掉我別得閒，我特別 Q。有陣時都 Q 佢比較緊咗，有陣時流皮嘅，流血我哋講。嚇流血啊！我有流血，我有陣時 Q 咗出嚟，哇死掉出嚟啊！流血啊！
有咧只一摸只肥嘅，只肥肥嘅摸，揪掉嘅流皮，會個人 Q 咗，你要嘅被 Q 咯。我看過人嘅耳摸聲出來哦，哇！耳摸啊，我唔係學嘅，有嚟流人打波嘅耳摸聲出來，看得幾驚呢。流人嘅時，你自己嘅成摸喺度講。後面實係你知咩成摸，唔係照剪咩成摸？知嘢成摸咩？哇！講笑啫！我聽你亂做講。你鬧緊你知成摸啊？你講，哈哈。梗看啦，梗吉利呢就，我見看，我驚，我見看。我哋諗冇感覺到皮夾膜吉利嘅就，特別我係感覺到皮夾膜冇加，一走出嚟時，拖晒。我自己看到啲人啊，喂，有時候咪計講呢皮夾膜嘅，等你食卡嘅。係對，真 distracting 嘅。係講嘅就，特別假時嗰時冇感覺到冇大字嘅咧嚇。係我未皮夾膜拖出嚟，梗係白頭針。你就照講未有係你？我照你皮夾膜走出嚟，已經學線卡走出嚟。學線卡多謝。來下幾樓。OK， 嗰隻係咩嘅 ？Binder 啊。binder 咧，我小嘅時，伊三坑嘅，伊 three hole bunch 嘛，就叫 three ring binder 咯，三坑嘅。然後你諗讀冊時要寫 note， 嗰陣時寫即係 form 6嘅時，然後你就先寫好 note 嘅時，你寫嘅 three hole punch 了嘅時，係即係伊嘅 binder 咪是要三 ring 嘅。Oh, but before that, nó係叫，伊是嘅 foil 咧，伊是貼喺你刮掉你家裡嘅內口呢，係是燒 receipt 啊，係咩物件？你就俾夾伊一支嘅貼 ，Q 嘅貼起來啊，有攞機嘅，伊成個人靠紙嘅貼啊！成個人靠紙，對。唔知住發明嗰啲物件嗬，伊唔知伊起嚟個表件就，แล้วcontrol 落嚟坑咯，แล้ว後來就出現那種 sticker 了。哦啊！你坑位下，依家被貼破啊！有你物件你被貼入出只隻刀嘛，所以伊做的伊個坑啊裂去。對，特別迄個 three ring binder， 我甲你講啊，我脫大學嘅時啦，我有一個即個曉歌反應，曉歌來啊！我就是聽着你講係 binder， 我講古早時我愛來嘅時啊，我買到馬來西亞買來嘛，係馬來西亞攞嚟好嘅，我再買過嚟這邊是別樣嘅。我 US 上嚟坑嘅嗬，US 上坑對，US 上嚟坑嘅，我第一件事，因為我佢只往燒掉你 client 嚟做啊，嗰個 letter size， 冇上 size， 對，即係 staple 嗰本相啊，伊係你，冇上 size， 伊係 bullet， 冇上 size， 馬來西亞嘅這邊嘅，然後較 US 係較快。甲 A， 馬來西亞較細，馬來西亞較細。要河北就當然我梗係曉啦，我去店我係做河北咧。唔是 要是你河北就六十號，我出要河北。我嚟講，我食300嚟到就 ，because 啊，我係俾我哋俾我暑假嘅水就，我有一個只細細嘅 stapler，就後邊我綁住我係 bag 嚟 bag 裏邊咧，就紅細細嘅嘢，一般是都會綁喺你馬來西亞嗰種。stapler 你bullet 掉都好支氣呢就，所以是低就，伊唔是特別低嘅version嘅就，係咯，要直接伊所歹去了，because 用價錢嘅歹去，所以我就直接想去買先呢，我走去淘寶去看，哇，我咪真水都能有刷糊嘅型，是咯，像我 sushi 咯，我其實我 sushi， 我講下，我知道啊，叫咗我喺上面，我們是有時間嚟試隻誒。stapler 我細漢時冇有用嘅 mini 嘅低呢，安尼低呢在農村較驚可能，然後一隻粗鼻嘅嘛，呢肯定成個眼咧開就冇去吹了，所以我會記我有知道嘅時，我就啲小學嘅時，我是中學咧，我係手腕裂去就，這邊啊。
一底正嘅接我手一接掉我啥事，我一頭走去站埋，我搖我 stable 好，我變過來好，叮叮叮叮叮，下天起來啊，特別解啦，伊摸住我嚟啊，特別我冇坑嘛，我手已冇坑，我不做殼本乜掉，殼。特別冇水咯，你一坑裂一坑都就，然後歹勢，我走去在經佢聽，然後我殼冇乜掉一刀，我就啲中午時我殼，我真係時做，我真係情往情 short 就我中午，所以第一殼，你若是伊後尾佢你 crotch 一底下面若是只裂起啊，伊就是開起來個了誒，你斷殼如果會想。at least 對 QQ 呢啊，一個別，你第一個就係開住，哇，開起來啊嘛，第一個咁得出來啊，所以我特別走去在經緯，叮叮叮，嚇開花嘅啦。所以有啲人嘅 MBR 裏邊是有邊尖嘅咯，我邊尖對，有邊尖嘅，所以我覺得邊尖特別細字嗰陣，即係我隻字都係冇小心啫，一隻開起呢，一隻嘟到路咧。誒，我 stable 我叫佢話係咪啊？我係青花龍啲嘢，然後硬啊，然後斷去啊！你在這種一頭，你在這一本啊青花硬掉，你看你啊，一條一湯嘅，嗰個爽嘅一個青花都就，硬就在你講嘅嘢啊。然後伊是樹林嘅嘛，伊就 Q 出來 go through 呢，伊就斷去啊嘛。我把斷去啊嗬。斷起你是未行路，你特別到啲頭殼人很拖嘅。我到啲做工嘅時候，一斷起我一頭嘅 stable 叮，一個會清 about few hours。冇嚟講時間。你係出玩嘅 because 咱一般啊青拖嘛真濟色嘅咯，有水紅色、淺色、藍色係咪？我人特別驚色，所以青拖是嗰啲人會真是最嘅青拖。對。有啲人是特別近日青紅色嘅，伊袂使青藍色。有啲人嘅無相色是青外口青藍面出來嘅，一般色而青到出來藍面特別蝦米色，出外口特別青蝦米色。咱地破檔就是你白色嘅藍色嘅咯，係啊，是白色嘅藍色。對。嗰啲人青嘅。黃色一個蕉，黃色一隻康可脆，呀，個青色本。哎呀，等陣 office 講上下面講。Scotch tape 係咪 sorry 你成講成，你成講。你拍大學時候，你買一個講台灣個你 wrap 你嘅 coin 先，你刮到誒 for laundry。冇。你是講你係到啲，我知，我就是咁樣嘅，依個你 DV up，依個你搬開來嘅。伊搬出來，你使係一撥誒入個類誒，你甲你 separate 起來，係到啲做一條一雙嘅。對。你本雙我冇。你有啊？我本是冇，我是用 bank 嘅嘛。我有。because 你 bank 會接有嘅，我是用 bank 嘅。我家己我有買過，因為我做 laundry 古早大白門店先是係你入個類啊嘛。所以我是一桶嗰度 short 咯。我嗰陣我大麥當勞做工嘅時地方嘅，有一個 machine 咁大咧，你就講一個紅線嘅大咧啦。然後你夾你 balance 人嘅跳嘅時啊，你 just 夾你山類個了，個了掂起來邊啊，伊上加伊家己曉做，索一個水嚇，一嚟拖哦，一嚟拖是直接個類嚇，你伊曉水變個了，所以你免水。哦，伊在 DV up 好咯。夾出來啊 ，right？伊個你水一個。了你夾起嚟出來啊！佢你係個另外一個咧，伊係啲迄個 bank 嘅抓嘅位，了你夾去 bank 接類。一雙個你係迄個成特別咧，你邊咧？一個你做，特別你做咧是你手真臭，because 你大力驚。我定見，我定見嚇。那所以我冇時間 cash， unless 是新正 bank 嘅 serial number 擺掉嘅，你 cash 啊，我較時間咧。但是講你要叫我。當 cash 啊，大力驚我冇時間，因為我感覺就只垃圾嘅，所以我用嗰啲講你大力驚抵垃圾嘅 wireless，I mean 叫咩 contact， 因叫咩 wave 啊 ，pay wave 啊，到啲馬來西亞叫做 pay wave。我就是有你較濟用啦，當然較濟用啊。แล้วก็我當然我用 Touch and Go， 我個用 Grab Pay 啊嘛，所以我其實有一道時我去一間 restaurant 別用成你伊 system down 呢，所以我就學 cash。我出你較濟有攤用，我去食炒粿條，我咪是學 Touch and Go。
然後插幾條迄個人啊，本是甲即個 Jeffrey 上即個就使上勢嗰度。然後我學正要去食插幾條啊，然後俾學 Jeffrey 錄嘅時，伊甲我買物件幾日打嘛，所以學 Jeffrey 兼學就插幾條啦，咁講。伊唔是設定，唔是伊是第一鄧人名嘛，第一鄧人名嘛，第一度呢啊。那時我嘛是，如果我俾記了之後，我想，誒，即係唔識即看，未必是唔是伊個後輩定落後輩，原來是插幾條嘅人啊。危險嘅呢。插米粉你硬啦喲。插米粉硬唔要緊，個解鐵就對嚟。佢個插幾條嘅就別就 Scotch tape，唔知嘅啦 Scotch tape 嘛，隔籬係 tape 嘅啦。當今正事件種有食嘢，哦，伊叫咩啊？咩西啊？咩 Yoshi 咩？我有幾日嚟揾，我有當時寫唔到字，而家寫伊叫咩啊？你我死掉。我日本啦。或者我特別去 Google 看，我唔捌聽過，我去 Google 啫。伊唔是一種寫物件啦。伊是一種伊紙無像，我未曉講啦。伊紙是種米嘅紙嚟，伊唔是種 Scotch tape 嗰種玻璃紙嚟。伊唔是 plastic 嘅，伊是 paper。伊是紙嚟嘅嚇，毛毛嘅。哦，假是 especially 查某啦，樣做 journal 咁些，樣就是個硬個牙畫到，打落電我哋邊樣。你使打小影嘅時候，你使打掉，而且變做 decorative 嘅，水呢。對，你古仔人寫嚟咁些，我看到了，一張 wallpaper。做喺新嘢啦，要你人古仔人寫係點寫？你人係種到你條相啊，你人嘅你 plaster 啊，是跟下配護色嘅嘛。當然就係人啊冇見啦，就因打一定嘅一條硬公牙就水嘢嚇。小叮當啊，當然真係 OK 嘅就，古仔人係派色，人打係白色嘅嘛。哎呦，我知嘅驚，要打霜呢。打霜就點呢？當然是 fashion 嚟嘅。打霜，伊打霜嘅，伊直頭阿威冇行嘅 actually。曾經迄個咩哦 ，Band-Aid 哦，有迄個mesh 類嘅皮膚色啊。看袂到咯，看袂到啊。basically，特別有隻字咧，就是屬於好路看到嘛。係，是水出邊嘅啦，對，Hello Kitty 嘅。我樓頂有 Hello Kitty。對，cartoon 呢，我不看過人用囡仔用 cartoon 呢。哦，原來我是 Scotch 嚟啦 ，Princess 嚟啦。哦，有時幾好嘅咯，我是 Scotch 嘅票。嗱，這是我包 present，當陣我就見包 present 添嘛。我唔是講我包 present，我是成個暑假。成個 therapy 呢，我包水呢，慢慢包。然後這是 double sided 嘅，這是攞冰簾，這是冰簾 ，transparent 嘅啫。種是 invisible 啊，invisible tape 啊。我係 invisible。成個棒棒白白啊。哦，哎呀，伊袂記辣嘅嚇。然後我個有一個，哎呦。我覺得我第一件就係做，你 Scotch tape 我當時你冇用嘅時，你獨地可以借件件啦。你嗰日咧呢？你隨便啲頭啊！哇，就 DL 就是，你當時隨便啲頭啦，你佢貴咗死，我未掉。誒，我同你講，較解阿龍啊，是你 backing 嘅 tape 啊 ，backing 嘅 tape 個框仔哦，你喺貼嘅時候，一個料仔哦，以前呢？一粒有時你就怕生掉，如果就你加掉。我成日我特別是用 backing tape 嘅時候，我冇 proper dispenser 啦，成日後路輕幾點咧貼嘅嗬。我加嘅時，我加嘅時我驗掉咧，我多壓淡薄，我說多壓，伊變做無黏嘅，所以你個用錘碰起來，伊成伊撩淡薄啦，特別你別錘個燒嘛，你錘個燒嘅時你硬硬貼燒啊，你撩嗰個字啊是。即是嗱，我係 double sided tape，我就係你 backing tape 喎。backing tape 對嚇。係你背嘢啊。你係啲 machine 就直 tape gun 你嘛。對。我朋友寄來搬伊卡誒毛。哎呦，伊寄來黏啊頂，你貼起來啊。成日做 waxing 嘅呢。Brazilian waxing。伊寄來揾搬出來呢。伊冇疼到家己哦。我個做咗我諗下，你哋痛到佢。伊講疼，特別伊講，若是講伊用 wax 嘛是上疼，所以伊講 wax 嗰陣貴，伊just 用佢嚟 packing tape 咯。
wax 伊是抹物件啦，抹物件啦，聽喎，我唔知啦，我冇摸，所以我唔伊毋是一條一條反應嘛我是上聽。 ，wax 是一刀按跳來啊，伊聽本是 1 second 嘅呢。我個隻物件要互人看知這是啥物物件 ，OK？即個等我看，我 focus 哦，即個啥物物件嚟？唔知物件。你看另外一邊。佢想按啊都。伊安尼用，安尼用。係咪嚟？伊是連一哦，路格刀，伊毋是格刀嘅，我 video。是唔是格刀？伊是啊？我今日想到只無，我今日想到只無用嘅物件。啥物件？啥物件？了解咯。一路喺度路啊解。就是講咩？別使講，啥物格刀 box cutter 啊，一格拽啦。對，格拽，你格拽是格，你唔是，這是格 present give 俾佢 present 嘅拽。哦。所以你俾加跌款嘛，所以你下入去，伊會抓你寫進攞地鐵嘅中位啊，嚇，伊攞地鐵當掉是伊度刮嘅，但你撒伊呢是伊度刮滴滴咯。我娘有一個格刀是啥？安尼款嘅一家成個一對一個 design。哦，你係是 rotary 嘅，有你款啊，款架。係是 rotary 嘅多 ，rotary 嘅格刀我冇有。哦。嚇。這個是香吧？這個更加好。這我家自己用這個，這是 Scotch 本，我家就係 Scotch product。你kita lo be，這個。你去上個買 Scotch tape gift wrapping 嘅 station 喺度啊。這本是 gift wrapping 嘅。哦 ，OK。這本是 gift wrap 嘅，就是伊這個較應用。即係嗬，刀肯割貴啦。伊南面有刀嘅，伊南面有一個 blade，然後你抓，等我看 demo 啊，等我 demo 你看，我抓啊。我上面就 box cutter，你就加點烏嘅。所以嗬，我抓你看頭先我俾加係跌嚟講下，我係這裡，我係到啲嘢南面，然後伊就刮，我能看。係啊，只好嘅我就是咁用嘅，一個應用。OK 看。伊個南面，伊後背先呢，我哋看後背。你下至其實伊後背是一個刀啊，伊南面一個刀，所以你後背你下伊，你下落來，你就塞伊度行咯，伊度拐咯，係咪？所以你劍掉嘅時候，你劍掉就出去邊嘅可能，你劍掉，你塞伊 push away 啦，呢 push 伊度刮。呀，誒，度個幾有加呀？嚇，然後你加我OK，我明白啊。伊 feature 淡薄上加我開皮。對，差唔多上加開皮對。銀做嘅插一支，插入去一。嚇，我乜事㗎？老實講，你開皮物件。我未曉教 present。我時候冇俾開皮物件嘅。我教咧歪嚟歪去。我真正冇事㗎，開皮啊！嗬，伊 envelope 嗰啲錯冇事㗎。特別我用刀片做咧嘛。我是用刀片刮得白白碎碎咯。我是嚟開皮物件，本不是我唔知幾多路為些送嘅 souvenir 嚟嘅。伊是開了開後，伊嘛是吹氣本嘅咧皮囊，嘛是走水出來，是伊是解哦，你看你安怎開咯？我買迄個開刀嘅杯開皮嘅刀，我是論盡嘅人嚟呀。你若是用咧開皮嘅刀咧，無寫字咧，就俾開刀嘅皮啊！特別開皮刀啊，是一種嘅 corporate gift 嚟本嘛。嚇，你尤其是咧 builder， 或者啥 builder 那款嘅啊。我想有啊。我買，我是一個，但係我伊是迄個劍，伊是攞支劍。嚇，我買，如果按摩包數㗎，我買一支互伊，我買我家己一支。嚇，伊是劍嚟咯。
我是人哋看咧，我想用換啊，攏看，這是 free 嘅啦安隻我 refresh ，free 嘅啦，拆過伊個坑，呀呀 free 嘅啦。你係三角嘅嚇？你去做對。世界哈 job fair 是啊，job fair 啊。對，我真係用嘅，係啲好用嘅。我若實際裝嘅開刀會配，開配一刀是啲好用。等陣阿龍講我看，阿龍真係，對，開刀會配一刀。job fair 是我對世界我即係是我加古靈多 because 我諗嘅古靈是抓是迄個plastic 籠嘅，所以我也係嚟加嚟 plastic 籠。แล้ว係你我係一個 magnet 掉啲喺成都嘅位。你但係即係講唔講？我講job fair 是咧，你世界嘢咩？唔是講 job fair 啦，有陣時。係咪 expo 係咪是有冇好多物件嚟寫落來嘛？你世界嘢係咪？你去行翻 expo 你世界嘢係咪？back eco bag。OK，我世界我嘢 sticky bag，係咧，按照講啊，即係人去白山啊啲啊。你成 post it 嚇，你講 post it 嚇。post it，對，冇上色。冇用嘅咩？我冇用啊！我世界嘢係冇上色，我買係你白色。係咪？我是驚你講人去白山交來交去啊 ，because 我 travel 嘅時我就 suka 交來交去，我係 bag 嘅嘛。意思係你，特別個你講你係嘅白山，我知。邊有一邊黐落去啊！交嚟追啦，碌交。Carabiner 係Carabiner，感謝。我暑假係你叫咩啊？係你 sign here 係你。sign here 你 sticker 啊！我暑假係你。如果當時或者俾下你，佢睇到叫乜俾學人 sign 嘅時，佢咧綁住邊啊？我或者俾下你。係咧。我話你俾條 T-shirt 啊，你 sign here。To be 啊！我 sign here，我把你個嘢，我把你個嘢掉啊！意思咧，依頭整是一個 arrow 咁字係咪嘛？但係咧，有陣時你有呢頭嘅是櫃台度，叫咩事？依看到邊有食嘅咯，佢就掉出嚟。所以要去向你食係咩啊？sign 定啊 ？initial here 個，我個字你是 initial here。because 我哋做病嘅啦。你咪嘅咯，就冇用嘅嘢，都用了啊！你特別客格嘅咯嘢咗。掉咯。只有堅嘅，只硬嘅啊！我個 recycle 嚟啊 ，because 我別用啊，你借啊，你成日我哋使燒起來嗬嚇，掉。我係用沙包，嚇掉依嘅金廉。嘅金廉。依個廉淡薄，我用沙包。個我係病咧，我是食暑假。普吉夾漏嘅了，多嘅了，要死！我好難看啊！我都是俾小病病去啊！你話物件係好時食到啲拖，我對佢哋 Christmas 嘅時候吹布嘅時候我考啊！這是我你看到 Sharpie 啊，伊是 silver 嘅 Sharpie，所以我寫 gift bag 嘅時啊，我有時我俾 wrap 成一包 Christmas 嘅 gift 啊，我俾寫講住人嘅啊，所以我使一條嘢，你 silver 嘅寫到啲嘢 wrap 嘅，我載住人嘅 gift。要 metal 啦 metallic 嘅個嚇，對，我有白，特別咱白笨蛋啦，嚇，我冇用白。我用，我而家就做嘅，我出過日本嘅 poetry 啊，我嘅 poetry 啲頭字頁是黃色嘅，開起來啦，頭字邊是黃色嘅，所以我朋友覺得教我俾我一齊咧，教我夾 autograph 啊，我特別簽名嘛，我簽名俾寫物件係啊，我特別夾 silver colour 嘅嚟簽，而家是一邊是黃色嘅。對。然後係你 silver colour，我同你講我是第驚係邊啊？都簽咗佢一本嘢攜帶咯就，所以你簽佢未使冚咯就，所以我特登俾簽物件學人嘅時，我特登有 tissue paper，我簽冇事咧，攰到 tissue paper 開啊，本隻，啲俾我嘅冚齊。阿龍，即係當然我買即係拆個攜帶，一是變得一是 paint 嚟白色啦，特別唔是件啦。喂驚咯，我係驚，我唔知伊條嘅。嚇我攜帶，你頭先講下，我都是諗下自己試下，我叫我係去 sign 啊。
我嘅內食可以，一個愛 Shafi 嘅一個 pain 嘅，伊就講 Oh my God, you're so prepared。然後我嘅係你，你看你在一單嘅呢嘛，伊係你 pain 嘅嚇。迄個一單嘅聲，我估得就是講咩啫 ？liquid paper。Oh my God，我suka liquid paper。liquid paper 就是攞用了啦，佢後一嚟邊呀你啊，一下就粒嘅你 bearing 嘅 ball 我 bearing。又咪買成架 UG 寫出嚟咯，即係錄嘢。伊是 ball bearing 啊。我覺得我做嘅係真嘅 ，one of the 我真係 proud 嘅物件，特別當然我特別想辦法咁樣做到短出嚟啦。我而家唔知就係話細係人哋真係攰啲嘅就，我有一個 MPR，我係 MB 係 band 係只物件啦，我而家喺你把鼓裡做佢哋係咪叫咩 effect 啊？你 causes and effect 係你。你掂面咧，一百多落嚟啦，你滴安尼嚇，你成個滴一酸咧，爬啦，你個拔到落嚟個滴鏈度，安尼嚇，安尼篤，迄個成規個成掂北安尼，你地面掂落嚟啦，一直鏈落嚟，I see，所以你成日做隻 track 安尼可以行。因為寫一個 track 呢，可以撈，行，寫一隻 roller coaster 呢，特別 volleyball。迄個 track 佢咪入去咧，爬啦，伊規個幫人落來，係咧落去。我覺得我做嘅其實就屬於嘅。但係你講就物件就有見，咱冇講到就是拍pencil box。pencil box，估差，唔係你識就係。哎呦 ，pencil box 飛起嚟。等有個講。有講你講。我梗快呢，我上咗我袂講，我就嚟，你講。伊講係你OK 大家好，同埋未結講，同埋就講快，所插住嚟俾晒，冇講就大家好。你講同埋一路講係你 liquid paper 嘛，我講已經成日少用啦 ，because 成件伊人有係你 erasable pen 啊。對。我做到本嚟啊，等，可以講成，你講。我講定要用啦，係你係種嘅 pen 咧，定叫我冇用，係你 liquid paper 咯。你位頭殼就碎，伊隻紅 pen 嘅就，我只伊房間頭前嘅，伊就當伊無係咪，伊個走出嚟為。有位 pen 啊，有位係咪鬼啊？然後我條單伊無地嘅時候，我就去 rescue 個兩位物件出嚟。我時我件事我俾啦，我放工啦，佢我走去到等於飲我位 pen 唔是地平位啊。你係真，你唔是 office 嘅 pen 嚟。我唔是 office 嘅 pen。我諗大 pen 啊，我諗袂使用pencil 嚟做，特別用 pen，and then 你 pen 啊，你袂使用 liquid paper， 袂使用 eraser 嘅 pen。是啦，because 你做下面物件唔對啊，你特別 cross out 寫嚇，because 一定你驚物件。你 forge 嘅物件 forge 我係下面物件唔對啊。你特別掛了你 initial，了你個再寫過 ，because 你隻 erase 物件，我諗就是叫，我諗就講你啊，你 document illegal 咧，別用啊。你特別。後來佢係你講你嘅 erasable 嘅 pen。後來個出係你 liquid paper 成 Scotch tape 嘅。嚇，對。Actually，你等陣可以講了，我未講 liquid paper 嚇，你講 erasable pen 係咪？我只講嘅嚟啦 erasable 嘅 pen，because 我用慣時啊嘛，定見未到對用係你唔是 erasable 嘅 pen 咯。哦。特別迄個就危險嘅，你無感覺？伊 eraser 特別是迄個 pen 後尾迄一粒物件該 eraser 嘛？對嚇，但係嗰個咧 erasable 伊冇食嘢咯。哦，伊會飛條，伊 colour 你是講？伊 colour 會飛，但係你可以 trace 到東西咯。哦。erasable 嘅 pen 嗬，你寫咧嗬係就你 dashboard 位嗬拍咗嗬，伊冇嘢。哦，伊變色，要變無色起來。用久啊嘛，冇關係，用係未 erase。個有即個你聽過你寫嘅時，伊是唔是上甲伊變是上誒 feeling 伊寫嘅方式是上嘅，嗰是伊
伊條伊上嘅，伊唔是成個 color pencil 嘅，伊是出來是成 color pencil 嘅，伊出來是上本是印嘅。唔是 color pencil 嘅，啊，成個印嘅，but 伊會 erase 嘅。但你我冇 try 過，but 你 erase 嘅話 ，OK， 我等你 try 過。特別頂到有一種嘅，唔是 erasable 嘅印，特別伊是印嘅 eraser，伊有成個玻璃玻，伊成個搓酸嘅可能，所以會靠嘅。紅色嘅啊，藍色哈，你做係破坑嘅。我特擺是未曉寫，我未曉寫你作文是特擺我做是空嘅，一空一空嘅，你我直直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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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成個一空成個你 net 呢，我做，你再頂到你靠做啊，是係你成個係你 newsprint 嘅款嘅就錯嘅啦，係你啊，你係用嗰啲印嘅 eraser 啊，你冇寫字啊，就 add 到破嘅，嚇，是咯。OK， 伊 quality 真錯，伊錯 fiber 嘅就印起來。你住發明用一樣嘅咩隻物件？用，你做得冇嘢。我你曉用 ，because 你睇咩數？伊你記伊 eraser 成日看 eraser 是薄薄，了伊尖伊斜，所以你特別用伊 angle， 伊邊啊講咧 angle 啊，對了伊印嘅嘢，可能慢，你特別真正慢，你個會扣起來。我 actually 當今嚇，我做 calligraphy， 我寫 calligraphy 時，我係抓下，我隔了是有用嗰啲 X-Acto knife 扣伊印起來，你知哦。扣你想要 correct 伊嘅時啊，你嘅 X-Acto 頭前尖嘅，你扣到啲圖片啊，你扣伊，互伊嘅印到底伊嘅 fiber 會起來一end，然後若是扣未夠，伊無夠，伊抓破時，你使用刷，本使用白色嘅刷嘅，所以只正嘅款嘅。伊用特別，你若是你袂使當做成個普通嘅eraser 來用，那切個了你袂，你都要對了伊 stroke 切嘅，你特別伊個袂利。特別你講係你 pen 嘅 eraser 哟，你用 ball pen 嘅，你 fountain pen 袂 ，because fountain pen 伊 absorb 咧變一個 block 個了你看，所以古早我人用 fountain pen 嘅時無通用，特別你用。ball pen 嚟，because ball pen 係是伊會印下，伊袂大咧啫，伊袂大咧啫對。啊，伊大嘅了啊。個 OK，等咱記得意思差唔多我不多樣啊。其實就主要先只好啦。你學講福建話。Oh, I don't. I understand some because I'm from Taiwan. I just want to come up. From I just Taiwan. want to come up because, yeah, I understand some Taiwanese, and so it's similar. But I want to come up because I understand you guys are from Malaysia. Yes, dear. Yep. Yes. Okay, yeah. And we have a room on Sunday, just talk about eating in Malaysia. And I shared the link in the chat room. Okay. So you can take a look. And we talk about Hakka eating and Chao Chou, Kentang and Fujian, different kind of eat, and Indian, Tamil, and Malay, everything. 我幫到啲拼音就啲定名你看到，聊馬來西亞吃的係咪？潮州、廣東，我唔要睇 ，OK， 感謝我啦 ，thank you。嗱，我幫我啲link 就啲定名嚟啊嚇。แล้วชูบี本啊，我唔知佢幾點，幫緊 go to link。see unable to load event please try again why 啊？唔知做咩事未 load event？ Maybe it open for member 呢嚇。讓注意看。Why can't I go to the link? 7 a.m. 7 a.m. What time? 7 a.m. in California. 7 a.m. No, California. Okay, California. that means Malaysian time is so 8 I don't p.m. know what that is. 8. No. Sorry, no. 8 p.m. It's 7. Okay. No. Actually, it's not. No. California. 10, 8 p.m. no. is US time. 個減 8一個減攞點正 11 6 p.m. 11 6啊，Lucky 7 a.m. Malaysia US 是屬 Central Time 嚟講，就 means 是8點嘛，所以個減攞點正6點啊。
6 If you click p.m. if you click the link, you should be able to see the local time. 安怎我未啊 Why can I 唔是 click 啦，11點啦，依是 Cannot load. California you- 喎 8點， LA California 是較早幾人嘛 Central Time 是9 AM 啊，咱人係9 AM 哦，是講7 California time 係唔是7 7 Cali time 那是 7 9 California OK 冇啊，咱是9 Malaysia and then Malaysia 是10 10咯。 7 California California time 10 啊，Malaysia 是 10啊 OK 馬來西亞10點啦，啊10點啊咩？ PM Malaysia 10點 OK we counted 10 p.m. 馬仔咩10 p.m. OK 是啦嘛即係 time 是 but cannot load 咧。係啦 Why cannot we load Cannot go in. It says go to link but the link is I don't know. It's hosted by a club. I don't know. Oh, maybe if, maybe that it's affect only for anything. club. Maybe you have to be a member. No, Maybe no, the no. It's open to everybody. It's open to Go everybody. to link. Baywa unable to load event. Don't know. Maybe it's just a problem with Clubhouse. Maybe it's just a problem with Clubhouse. But kita tadi PL. Okay. Thank you for sharing that. Okay, so 對咱們去參馬來西亞是咱同只指定嘅搞啫啦。Okay. Thank you. Yeah, the Makan setting was wrong. The setting was member only. I just changed it. Oh. Now you can click again. See if you can see it. Yes. Okay, I will RSVP it. 對 Tomorrow or why time 是9點 Okay. Thank you. 我應該使去啊，使去插曲個即係播咁啲，哇，講個聲啊，三六三，馬來西亞 food。食係物件？娘娘啦，佢講娘娘講啊。我見食。燒不多，有當然就不當。我當然不多就是不是講中文的？嚇，用下面話講，what language? My parents also from Hokkien, so I like very much Hokkien food. What about the room? Is the room in English or Mandarin, or in other languages? The room is probably in Mandarin, and maybe some combination of English. Okay. English or Some Mandarin? English too. Okay. Yeah. The one of the hosts is very knowledgeable about all kinds of food, including the Malaysian, the indigenous food, and the Malay food, Tamil. Oh, and Nyonya food. Nyonya food. Everything. Good. Thank you. Yeah, we all love to eat. We all love to eat, and we love to share. All right, good. I already RSVP it. I should be able to wake up by then. This is Cafe Santiago. Okay. 感謝，謝謝。佢有感謝。我嗰陣當晚就對佢，because 我食不到藥啊，我特別去食物件，所以我特別講嘅是，要緊特別講咱攞項物件。當晚咱講 liquid paper，我別講 liquid paper 個 liquid paper 攞會記 liquid paper evolution 一頭是成個擦真格油嚟款嘅，你切一下，你夾真格依夾清嘅嚟擦嘅，攞會記哦。阿龍都會記哦。你做啲嚟嚇，要 dinner 掉，一個參 dinner 嚟。你個世界嚟攞棍嘅嘛，一隻攞棍。伊 dinner 了有當時伊會清會只打氣，伊會擦嘅啦，只打氣嘅。了個有了後尾個嘢是伊是變做只丟，後嚟 squeeze 出來，咧伊頭有一粒成個一啲 plastic 嘅咧，你擠落去咧，伊會即係你個不對出來咧。伊成個浮燈餅你攞去點先啊？唔是浮燈餅，你波餅頭先。instead of chain 是 sponge 對。成個人畫 makeup 嘅就話佢哋叫咩 concealer 你肯定 sponge 啊？我唔知咯。畫 makeup 嘅 concealer 啊。OK。所以是變成一粒波啦。嚇，แล้วแต่แล้ว是變咗一粒波啦。嚇，有你 band 有你是 band 嘅型 I think band 是 after 伊成做是做佢哋。一下就丟嘅款 squeeze 下，硬係照棍咧，你型嘅。嚇 squeeze 嚟，特別細嚟啊，對，แล้ว後尾又變咗，แล้ว個有隻碟嚟咯，但係你講阿龍，當劍碟嚟咯，當劍。碟嘅是阿你靠過嘅了。係啦，你是白色唔夾，有啲裝嘅嘢啦，而後尾你透明嘅你覺得燒到對面嚟邊嘢嘛？
對，呢個就白色嘅就掉啲左嚟。伊 dispense 啫，伊because 伊綠咗個嚟講。伊扣起來。伊嚟扣起來會綠嘅。嗰有一種嘅是，伊毋是互你人用寫字用，特別有人用嘅，佢們伊上加互你拍字是用嘅，伊是本是上加你 concept 啊，一啲 plastic，然後伊有白物件，你使拍字時，你使插入去 between 你嘅 typewriter 嘅頭甲伊嘅 paper 位啦，你就 type 佢一刀，伊就變做白嘢咯，所以 erase 伊嘅typing 嘅字。那電頭有電嘅 typewriter 用嘅是唔是？冇，伊毋是即是有啦，但係電頭有電冇用，是講係一個是伊即毋是。伊毋是學 typewriter 用，特別是較新嘅 typewriter，所以伊買嘅時候，你會使買一片嘅，所以一丟咧成個，我們成薄薄轉感嘅呢，你會使撿一條，你即下，你在啷個下字嘅裏面啫，伊一種嚟，啷個嚟？伊上個那款。所以你使夾出來插，你使個樣，特別我捌看見人夾來有當樣本，所以你夾 MP 咧扣嘅，然後伊上個你會記一個物件叫做家己多數，伊是我唔知，家己多是上個伊一個 try four 啊，唔係只係無上嘅 four 咧，伊內面有啥？迄個叫咩物件啊？阿媽話叫做你夾咗扣啊 ，varnish 啊，叫 varnishing 啊，你 transfer 意思叫做 transfer 伊個紅光啊，所以使你而家夾 MP 咧扣啊，伊 transfer 伊個 print 入去嚟做到啲抓嘅。哦，我知你講係咪啊？哎呀，你扣了伊印出來。對。伊紅光眼個咧是到啲啲 film 有一啲像 plastic 嘢啊，特別你下到啲伊個紅景嘅嘢嚇，你夾邊扣，伊 transfer 小影接起到啲伊個抓位，唔是接起來掉到啲抓位。你知哦，我細漢嘅時啊，我人 sticker 夾了就是安尼。60嘅小影，我人夾了古早細漢時 sticker 啊，就是安尼。啊，特別 varnish，特別扣係 transfer。呀，我人夾尖格，夾一個 coins， 我扣了印落去嘅個。對。然後 later 嘅時，嗰時有 sticker，嗰時你黏嘅。哦，I see，原來。呀，แล้ว你打波嘅，咁แล้ว你 aeroplane 你要炸波嘅，咁แล้ว就是炸波嘅花啦。沙啦，嚇，我就是講炸波嘅。較時食。哎呦，推死我條周性。OK，拜拜。然後頭媽個就係拜拜。pencil box 冇相關嘅 pencil box。然後講嘅 pencil box 我少打。成間對我嚟講，成間一邊嘅雜波係 makeup box 呢，我梗係暑假呢，貴個 like pencil box 嘅話。當然古貴，有時見下就暑假。我會記，我係朋友，好嘅人會記嚟啊。伊是定集我講伊是四二嘅，我still 唔係呢個，我唔知而家是四二嘅，唔是冇四二嘅，特別人講伊是四二嘅，因為伊嘅 pencil box 啊真正好料，你睇 pencil box 現在伊頂面會開 magnet 嘅，夾安尼開嚟，會頂面是 magnet 嘅，特別伊個會有1、2、3、4，唔知5粒 button 嘅嗬，你第隻拖出來伊就碰鏡，第隻碰出來 sharpener 嘅。有，你 sharpener 佢會燒佢哋抓，你試下。哇，好料咧！就是我講我想成間 makeup box 一個迄個 mirror，了你佢會使迄個係咪啊？一眼都係迄個 pencil，了一眼都係 pen，了你係迄個 eraser 胖，了你了物件胖。有 compartment 咧，了有你2眼，有你3眼咧就伊個 pencil。你有拖誒，開起來啦，阿妹係真係扮白寶自己嘅。你可以 set 你嘅 number 誒，成日要一個 lock combo lock 0 to 9。你 lock 誒，所以你若是講你誒是，假設講你誒是9號啦，你係下面號伊未開，你俾係9號，伊解開。combination 咯。True view。แล้วก็ว่าสุกาไอ้เขา我知道興嘅我唔知浪唔興過，我知道我興嘅是用 jeans 貼，做 boy，
伊用 zip 伊只簡單嘅咯，布加伊是嘅咧 jeans 是布 denim 嘅布，嚇，那個來貼 zip 嘅對，係你是有當時印嘅就倒掉咯，留印嘅時你放等邊啊？有一種只事件，一種佢都掉落嚟。對，我個有過 actually。我有一個，我 still 到啲 US 嘅來，伊唔是藍色嘅啦，伊是青色頭，伊是成個喺啲 denim 嘅布舊嘅 canvas 成個喺啲布嘅，我 still 有個，我個用個，第一位 beat 係咪嘅咧 ？T 嘅咯 ，TMBR，有當時人家喺啲做喺啲叫咩啊？喺啲 projector 啊，哈對 projector 人叫 Luna 嚇對。Luna 了，伊兩邊有使叫佢換耳孔嘅啊，圓規啦，圓規對，圓規咧，伊個有迄個鳥道嘅，迄個杜七杜八嘅刀。野球有迄個半咧圓形嘅球嘅。嚇對，伊個三角形嘅對，迄個耳孔嘅呢，就是算看 degree 嘅咧，迄個就是對我就是杜八刀嚟。你知伊個刀，伊彎彎嘅，你切杜八時嘅刀啊，你去買杜八時，伊成個一個像鬼鳥，你看 curve 嘅嘛，伊 blade。啊對。我大擺時間嚟佚佗做杜八，做緊一部轉去啊，伊個迄個拖個嚟去啊，我大擺嘅嚟切杜八。我唔是只七杜八啦，我叫嚟佚佗。係咪是？你個咪擺水到對。嚇，冇未知，對，冇未知。要一個 method 嘅嚇，你擺就擺。對。你未使成日講，你就成日講，你別講，伊未知對，你咪擺好時間擺咗呢。啊，我就有啊。OK， 講緊這邊先嘅，我就這邊包槍。Stand five 就攤杯啊。對。stackable pencil 啊 ，stackable push pencil 啊。哦，成個我綁晒嚇。古早有一種就係成個綁晒啊，成個我綁晒。我有賣過 Amazon， 你睇出來呢個後，你會見到啲白色嘅筋啊，擠落去，依個拖出來掉。依個拖出來，先依個拖出來。這是成個我綁晒嘅 concept，我能夠綁晒就是人成個我就隻就綁，就是上 same concept 啊，就出來呢對面插落去就嗰個再出。我會記哦。Google Amazon 都有了。有啊，叫做 stackable 啊。stackable push pencil。哦，有 color pencil 咯嚇。而家我 color pencil 嚇，伊冇相識嘅嚇，等陣 OK stackable。push pencil 哈 ，OK， 哦，OK，水嘛，水嘛 ，colorful 嘛。然後我伊用久咧，你會必須咪燉嘢咯，搓嘢。都少，拍生咯。啊。嗱。特別一個一個สั้sharpener 和 sharpener 呢，你知哦。哦，有一個物件真細，了你剪落去，了你轉，一對嚟，伊個 sharpener 真細。哦，然後我試過係 color pencil 咧，伊 color pencil 你使我本是用色嘅，特別係你往時用嘅色，你就會剪嘅再一刀伊個會出來 ，because 有時你嗱，算嚟得安尼，我哋。伊無相識嘛，所以你用過一刀啊，你就被你說你用一 color， 你換 color 還是一個到啲頂面個，你就被直頭解出來就對。cycle through。because 伊是上個伊就俾上排隊嘅嘛。對啦，就排隊咯，你咪對掉 order 啦，擠出來。是講伊有個人嘅，你看你 color pencil 伊是藍嘅黑色。伊成usually 用較濟啊，唔知要攞咧。我就有啊 ，OK， 咱講個正嘢啊，感謝阿龍，咱 stay 咧，安尼換個人，感謝 stay 個 all the way through 咱嘅 clubhouse， 唔是 clubhouse， 咱嘅即個Google recording， 等陣，我看你到底 clubhouse 一下，怎麼你 Forest 唔講？請問你們講的是馬來西亞的哪種華語？好像是閩南語系的，對嗎？來，你可以講阿龍。檳城。
解講是邊靚學見。對哈 ，OK， 所以當今我琴日 Clubhouse 會使琴日，唔是 Clubhouse 喂，係你 Google Meet 嘅。咁時各位聽眾收聽，即係禮拜講嘅一邊聲啊，人哋我就不多有啊，我哋 video 啊，唔使 Zoom 拍拍，我 video 就不多有，我同佢去接啊。今時啊，禮拜咧再見，今時攞嚟鬧個話鬧講嘅故事嘛，阿順的故事，阿咪姑的故事。我就講阿咪姑嘅故事時，我是笑到阿順的故事嘅咋。我就頭我去門口咩事啊？阿 John。嘅歌數，還是咪姑嘅歌數。咁時啊，阿朋友嘅了，即係你禮拜講嘅正式，禮拜再見，拜拜，拜。OK，到底 YouTube 嗰邊嘅朋友咧，頂一禮拜冇看到，就朋友一定。即係訂看訂聽，你呢個俾 miss 掉，希望限掉錄音時通知，如果訂看訂聽 subscribe 訂到呢邊嘅 OK，拜。免講 T-shirt 咧，我就想免講 T-shirt 咧，反正是我俾講嚟浪嘅，我講到啲 online 買物件。